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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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是怡姐。怡姐，我发现啊，你超爱牛仔系列的衣服哎，像是有牛仔外套，也有牛仔裤，哇，各种款式都有哎。真的，你今天穿的牛仔裙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我也觉得超美的。其实啊，这种纽字布啊，它的运用真的非常的多元哦，而且啊是流行界的不败元素。就像你说的，纽字布就是牛仔布了，而且它真的是百年不变的经典款式哦，而且它永远都不会退4行。4行就是流行哦。其实你真的观察啊，现在的流行界会发现很多设计师啊，他都会把这种纽字布呢，从这个休闲服饰设计到正式服饰。那你说这个设计师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设计师应该要说设计师，设计师叫做设计师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呢，现在牛仔布做的衣服很流行，要怎么说呢？呀哈，纽字布做给散夫清4行。呀哈，纽字布做给散夫清4行。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流行界不败元素纽字布。需要帮忙吗？老板娘，我发现啊，纽字布做的衣服啊，真的是非常的4行哎。对啊，因为纽字布就是不会退流行的款式。你可以介绍几件给我试试吗？像这件外套的话，就是很有特色，然后这一件长版的也是可以试穿看看。对，可以。谢谢。老板娘，我真的很喜欢纽字布做的衣服哎。对啊，因为它可以走气质风，也可以走运动风。那你可以帮我搭一双鞋吗？有啊，鞋子在这边。像这个就是纽字布设计的鞋子。我发现今年设计师啊，很爱用纽字布来设计像鞋子啦、包包啦、衣服系列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就是有设计感，而且不退流行。我可以穿穿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纽字布现在好像是你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。没错。而且我发现啊，不论是牛仔外套啦、牛仔连身裙啦，还是牛仔裤啦，真的是百搭不变的经典款式哎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是牛仔布，要怎么说呢？牛仔布呢叫做纽字布，纽字布就是牛仔布了。那它永远不会退流行的流行要怎么讲呢？流行叫做4行，4行是流行。那另外你刚刚也提到了，设计师今年很爱用纽字布来设计。设计师怎么说呢？设计师呢就叫做设计师，设计师就是设计师了。那如果要说现在牛仔布做的衣服很流行，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呀哈，纽字布做给散夫清4行。呀哈，纽字布做给散夫清4行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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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带大家走上流行的尖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